今年台南市北总统就职国宴晚会首次对台北宣告文化首都台南安平举行，引起热烈的回响。毛议员陈秋红伫总结时相当在意，除了要求市府评估相关的效益，嘛对着让世界看见台湾台南的意义重大。我们台南有很多的文化古迹，那处处都有美食。那这次国宴办在台南，那你觉得这对台南有什么好处吗？第一个就是除了这些国宴举办的场地或者各项伴手礼、各项菜色，菜色成为大家询问关注的焦点之外，最重要的，我们希望像包括今天就有两个国家，昨天呢就有2个国家的元首，他们来台南观光，那我相信也会带动整体的。我想刚好是520的国宴刚好配合我们台南建成400年我想这总统的强调。对，那我是希望说，能够让世界看到台湾，更看到台南，然后能够用台南带动一些观光旅游到国外，让台南的产业能够发展到国外，让更多的国外的人来认识台南，来了解台南。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总统的用心，特别指定台南来作为就职国宴。好，是希望说能够好好的发挥利用让我们台南成为一个观光的城市啦是。面对赖清德做总统，陈议员嘛对台南未来建设抱高度信心。毕竟伊是上了解台南需求的前市长，尤其选定安平办国宴，嘛是展现新政府平衡建设的用心。期待市府向中央加争取溪北的建设比例，至少南北唔通落差伤大。对此市长回应会迎头赶上。台南新闻，阮籍林银庚采访报道。